如果你睇唔啱嘅時間食你哋柏金遜藥，可能完全冇效。最恐怖嘅係，大部分人都永遠唔會發現，佢哋以為係藥嘅效，其實真正係佢哋冇好配合藥物，唔係因為佢哋做錯嘅啲咩，而係根本冇人同佢哋講過呢樣嘢。今日呢件事會改變。睇完呢條片之後，你就會明白點解時間掌握咗重要，特別係對於左旋多巴，即係治療柏金遜症最關鍵嘅藥物，同埋你會有一個清晰又實用嘅策略，幫你每一劑藥都發揮到最大效用。但首先，我諗你明白一樣大部分人都完全忽略咗佢哋嘅，而呢一點可能就解釋到點解有啲日子你會覺得好咗咁多。等我同你講下 Margaret 嘅故事。喺71歲，6年前確診柏金遜症，過去2年嚟，佢越嚟越覺得好唔開心。有啲朝早喺起身時，幾乎覺得自己好似冇病咁。佢可以自己扣樓，穩穩陣陣行去廚房，睇住咖啡杯都唔會瀉。但有啲朝早，佢未起身，身體已經覺得好僵硬、好慢。佢震得更加嚴重，佢行路拖住腳，佢覺得自己嘅藥好似禁效咁。佢個腦科醫生喺過去1年加咗2次藥量，但係都冇咩改變。但係冇人同 Margaret 講過，無論係醫生、藥劑師定係其他人，都冇人話俾佢知，問題根本唔係藥量，問題其實係冇幾時食藥，同埋食藥嗰陣附近食咗啲咩嘅。一旦佢明白咁呢樣嘢，一切都唔同晒。如果你有柏金遜症，或者你照顧緊有柏金遜症嘅人，請你一定要好留心聽落嚟嘅內容。因為呢啲資訊好具體，係有科學根據，而且喺一般15分鐘嘅腦科門診入邊，幾乎冇人會教你。你要明白關於左旋多巴 Levodopa 最核心嘅一點就係佢呢隻藥喺你身體入邊發揮作用嘅時間窗口好細。當你吞藏粒左旋多巴藥丸之後，佢要由你個胃去到小腸，然後咁小腸吸收到血液，再最終進入你個腦，喺嗰度發揮作用。成個過程聽落好簡單，但其實充滿障礙，而最大嘅障礙就係蛋白質。蛋白質幾乎喺我嘅食嘅每一樣嘢入邊都有，肉、蛋、奶類、豆類、堅果，甚至麵包都有蛋白質。蛋白質嘅重要嘅原因就係因為左旋多巴同蛋白質用同一個運輸系統，去由腸道過入血液，再由血液進入腦部。佢哋基本上係爭住用同一線末。如果你食蛋白質嘅時間接近你食左旋多巴藥嘅時間，蛋白質會贏，佢會優先進入運輸系統，而你嘅左旋多巴就會被擱置。咁樣你腦入邊收到嘅左旋多巴就會少咗，係啦，你嘅症狀又會翻嚟，你會覺得你啲藥好似冇效咁，但其實藥咗停過效用，只不過佢根本去唔到應該去嘅地方。呢個就係科學家所講嘅膳食蛋白質干擾效應。有研究顯示，如果你冇食左旋多巴前1至2個鐘內食嘅蛋白質，可以令到到達腦部嘅藥量減少3成至5成。你睇下呢樣嘢幾嚴重。如果你每日食3次左旋多巴，而每次都俾蛋白質阻住一部分，你實際上只係吸收到一半藥效，一半啫。難怪有啲日子你好似雙手綁住咁樣，自己同自己嘅身體搏鬥。而家嚟到更加重要嘅地方，唔係淨係你食藥嗰一刻有啲蛋白質咁簡單，重點係蛋白質佢你身體入邊停留幾耐。一餐高蛋白質嘅餐可以影響左旋多巴吸收長達2個鐘頭。如果你朝早7點食炒蛋加多士，7點半食左旋多巴，你睇藥就要同1島蛋白質牆對抗。你可能要到9點或者9點半先開始覺得藥力發揮。但到時你下一劑藥嘅時間又嚟緊，成個循環又再開始。而家我想你再睇下另一樣嘢，大部分有柏金遜症嘅人，佢哋幾時食藥？通常係早餐時或者食完早餐就食藥，因為嗰陣啱啱起身。記住，早餐幾乎一定有蛋白質，好似蛋、乳酪、咖啡入邊嘅牛奶、花生醬多士。對好多人嚟講，呢餐係成日入邊蛋白質最多嘅一餐。而且呢餐係最直接同第一劑左旋多巴競爭嘅一餐，呢個唔係細問題，呢個係每日都系統性咁阻住藥物發揮作用嘅問題。喺我哋深入講解解決方法之前，我想停一停，直接問你一樣嘢：你有冇發現
有別日子你嘅藥好似特別有效，有別日子又好似啲咩用。有時你會覺得有一段時間好明顯咁舒緩嘅症狀，但有時又覺得啲藥好似完全冇咁幫助。喺下面留言講下你自己嘅經歷啦，寫低一樣你覺得你哋藥效唔穩定嘅地方，因為我越了解你嘅實際經歷緊咩，就越可以拍佢真係幫到你嘅片。你講嘅嘢可能正正就係社群入邊其他人唔敢講出口嘅感受，你唔係孤單一個。而家我想同你講下實際層面嘅意思，因為識得嘅科學原理得有用，係可以改變你聽日朝早會做啲咩。第一條同最重要嘅規則就係空肚食咗多巴胺，或者最少要喺食有蛋白質嘅餐之前30分鐘食。最理想嘅時間係一朝早起身，未食早餐之前，用一大杯水吞藥，之後等30分鐘至45分鐘先好食有蛋白質嘅嘢。喺呢段時間內，你嘅多巴胺可以快啲經過空肚去到小腸，喺其他嘢同佢爭，吸收得好嘅。如果你第一劑藥咁啱嘅時間食，佢哋阻住佢，你成日嘅狀態都會唔同晒。對於有啲人空肚食多巴胺會覺得嘔心，呢個其實好常見，可以食少少低蛋白質嘅碳水化合物幫下手，例如幾塊梳打餅、一小塊白麵包或者一隻香蕉。呢啲食物可以令你個胃有冇咁頂住，減少嘔心，但又唔會有蛋白質阻住藥效。生果、白飯、煲牛油或者花生醬嘅白多士，呢啲都係食多巴胺時嘅好拍檔。你要避免佢，就係喺食藥嗰陣食一餐全蛋白質早餐。而家有樣嘢好多人都冇諗過，每劑藥之間嘅時間安排，其實同食嘅時間一樣咁重要。多巴胺呢種藥，神經科醫生會話佢嘅半衰期大約係90分鐘到2個鐘頭，即係話藥物會喺你身體入邊累積，去到高峰之後就開始減退。如果你每劑藥之間隔得太耐，你就會出現所謂嘅藥效消退，即係下一劑藥未食之前症狀又翻嚟。如果你每劑藥食得太密，你就嚟俾每劑藥有足夠時間發揮作用。實際上幾時食藥應該由你嘅神經科醫生指導，但係明白點解要定時定候食藥，可以幫你更準確咁安排每劑藥嘅時間。有一樣嘢好多人都做錯，就係食藥時間唔穩定。佢哋有時第一劑藥係朝早7點食，有時又因為佢晏佢，第二日變咗8點半先食。呢種唔穩定會令你大腦入邊嘅多巴胺水平一日之內大上大落。帕金遜症嘅症狀對呢啲波動反應好差，穩定就等於穩定嘅狀態。你食藥時間越穩定，藥效就越可預測。如果需要，可以設鬧鐘提醒自己。你要當自己食藥時間好似搭飛機起飛時間嘅嚴謹，唔可以話幾時到就幾時到。你要準時到，因為遲到就會錯過重要嘅嘢。我都想講下一樣好少人提佢嘅，就係水分對左旋多巴藥效嘅影響。水唔止係幫你吞藥咁簡單，佢其實可以幫你個胃快啲排空，佢左旋多巴就可以快啲由胃去到小腸，喺嗰度先真正吸收。如果你食左旋多巴，淨係飲一小啖水，吸收會慢啲，藥效都會遲啲，或者佢哋明顯。如果你用成杯8安士水嘅食藥，效果真係有分別。如果你平時都唔夠水飲，成日都脫水，你個腸胃蠕動會慢啲，所有嘢都慢啲，左旋多巴吸收都唔穩定。大部分人都唔知，便秘嘅帕金遜病好常見，唔淨止係唔舒服咁簡單，佢會直接影響你嘅藥點樣發揮作用。當大便嘅大腸停留耐咗，腸道入邊嘅細菌會開始分解左旋多巴，仲未吸收就已經被分解咗，呢個叫做周邊脫疏作用，意思就係有更少有效藥物去到你個腦。透過補充水分、輕微運動同埋食咗非蛋白質來源嘅纖維去改善腸道蠕動，其實唔淨止係提升生活質素咁簡單，呢個仲關乎藥物嘅效用。仲有一個好有趣但經常被忽略嘅因素，叫做開關現象。好多用嘅左旋多巴幾年嘅帕金遜病患者會發現，企藥好似冇啦啦會時靈時唔靈，抱得預計。有啲醫生會叫呢啲做運動波動，但研究發現，進食時間同埋每日蛋白質分配
其實係導致呢種開關現象唔穩定嘅主要原因。你食咩蛋白質，其實同你幾時食藥一樣咁重要。有啲專科醫生會建議所謂嘅蛋白質重新分配，即係日頭盡量少食蛋白質，特別係食藥嗰陣，然後晚餐先食翻主要嘅蛋白質，因為夜晚你都準備休息，唔需要藥效咁強。臨床研究證明，呢個方法可以大大減少晚期柏金遜病患者嘅開關波動。雖然唔容易，因為要事先計劃，但對控制症狀嚟講，效果真係好明顯。如果你覺得呢啲資訊有用，又想繼續收到類似有根據嘅建議，記住即刻訂閱 Beyond Parkinson， 只要喺下面個訂閱掣就得啦，完全免費。我哋每個星期都會推出專為柏金遜病患者而設嘅內容，幫大家更好咁利用治療同過日常生活。你唔只係攞緊一條片咁簡單，你係加入咗一個致力於活得更好，唔受診斷限制嘅社群。佢訂閱，記得睇埋個鐘仔，咁你就唔會錯過任何新片啦。等我講翻 Margaret， 當佢明白佢蛋白質干擾嘅問題之後，佢做咗3個改變。佢開始喺早餐前40分鐘配住一大杯水，食咗朝早個劑藥。佢將早餐轉咗做低蛋白質嘅選擇，例如燕麥加莓果、一條香蕉、白多士，將蛋或者乳酪留翻做偶爾遲啲嘅早上小食，等第一劑藥發揮晒效用先食。佢仲開始為每次之後嘅劑量設定電話鬧鐘，確保成日都準時食藥。2個星期之內，佢話自己有咗差唔多2年都冇試過嘅感覺，藥效穩定同可預測。雖然佢難頂又唔穩定嘅日子未完全消失，但係明顯少咗好多。佢好時段變得長啲同埋更加可靠。佢同神經科醫生講嘅自己改變咗啲咩？醫生話：你做得啱晒。其實我一直都想解釋俾你聽，但係每次冇證都冇咁多時間。呢個故事唔係淨係咗一個研究結果同病人實際聽到嘅資訊之間有好大嘅落差。而呢個落差就正正係點解我哋要開呢個頻道嘅原因。等我俾你一個簡單嘅清單，你聽日就可以開始用。每次食咗多巴胺藥都要配一大杯水一齊食。食完藥之後最少等30分鐘先好食含蛋白質嘅嘢。如果你一定要同藥一齊食咗佢哋低蛋白質嘅選擇，例如原味餅乾、生果或者白麵包，每次食藥都要設定固定鬧鐘。唔好每日時間相差超過15分鐘，成日都要保持充足水分，幫助腸道蠕動。如果你經常有便秘，記住要同醫生講，因為呢樣嘢會直接影響你藥物嘅效果。如果你食咗多巴胺藥幾年，發現有明顯開關波動，記得主動問你嘅腦神經科醫生，有啲蛋白質重新分配治療。呢啲步驟全部都唔需要新處方，全部都唔使錢，你只需要有意識同埋持之以恆，咁樣真係可以改變你身體入邊藥物嘅效果。講管理柏金遜症，呢個係最難接受嘅事實。藥物只係一個工具，好似所有工具咁，用得啱就好有效，用得唔啱或者環境唔配合就會差啲。你嘅腦神經科醫生可以開最啱你、最適合劑量嘅藥俾你，但如果你身邊嘅環境同藥物作對，你永遠都睇唔到最好嘅效果。你先係嗰個決定食咩同幾時食嘅人，你先係嗰個設定鬧鐘嘅人，你先係嗰個選擇飲水而唔係一日過嚟都唔飲嘅人。呢樣嘢唔係世事，呢個係所有柏金遜症患者都可以用到最有力嘅自我爭取方法之一。你改變唔到個診斷，但你絕對可以改變你身體對治療嘅反應。我想你喺呢條片帶走咗唔係一個複雜嘅系統，我最想你記住嘅就係一個原則：時間安排可以改變一切，唔淨止係你幾時食藥，仲有你幾時食蛋白質，每次藥之間嘅間隔，成日點樣補水嘅時間。當呢啲細節全部配合好，你哋藥就可以發揮咗應有嘅效果。如果時間配合唔到，你就會因為症狀混亂同埋挫敗感而付出代價，而呢啲其實本來可以避免。如果呢條片幫到你明白咗之前唔明嘅，佢下面留言啦，同我講下你最大嘅得着係咩，或者問下你一直想問但醫生嘅時間答你嘅問題。
每一個留言都可以幫我哋了解社群最需要啲咩。你今日問咗問題，可能就會變成下星期幫到幾千人嘅影片。多謝你收睇 Beyond Parkinson。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用，請分享俾你識嘅有柏金森症或者照顧緊柏金森症患者嘅人，因為呢啲資訊只要喺啱嘅時間傳到啱嘅人手上，就真係可以改變佢哋每日嘅生活。如果你未訂閱，記住訂閱我哋頻道，喺埋個鐘仔，下條片再見啦！你喺呢段路上唔係孤單一個，只要持之以恆嘅做嘅細微改變，都可以帶嚟以前覺得唔可能嘅成果。好好照顧自己，我哋好快再傾。